点钟来，定是要来敬拜。各位兄弟姊妹平安，这是礼拜要开始，请将手机关机，也是开震动，备办心来敬拜上帝。
我是种的葡萄树，我的爸是种葡萄的。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剪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互伊结较侪果子。请咱同心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273首，即阵的主宰上帝是圣。圣诗273首，即阵的主宰上帝是圣。请起立吟全首。即时，理事会姐妹要带咱同心来祈祷。大家平安，那咱大家来祈祷。听阮的上帝，你是阮独一的上帝，你照顾阮，帮助阮。互阮徛伫坚固的石磐顶，拢无惊灾害。你是阮的光灯，毋茫道路。阮确实有你，有听你的话语，有顺服。你永远会甲伊伫地。你互阮无惊吓自灾，有信心、勇气、勇敢去担当所要行的路。阮要永远顺服、学乐。感谢你。今仔日10月19是南洋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南洋教会设教已经有64年，教会长辈对教会有真大的贡献。咱永远感谢长辈对教会的用心甲拍拼。但已经经过几十年，时代进步，所以南洋教会搁较需要大家合作拍拼。大家爱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互教会搁较有力量，为社会做有意义的服务。这是咱基督的精神。这搁通
咱祈祷福音搁较有机会传出去，这嘛是上帝所欢喜。阮知行上帝道路的人有福气甲快乐。阮是你的囝儿，有时阮有做毋对，求主原谅，互阮知通反悔。求你互阮有智慧，了解家己所做，毋好去做互主无欢喜的代志。我嘛恳求主，教会的姊妹林子薇弟妹，伊要参加医生专科考试，求主互伊顺利通过。陈林子弟妹，伊的手头已经手术完成，顺利，愿上帝互伊较紧好起来。李文义弟兄，林文良弟兄会顺利进入职训中心上课。吴秀和执事，伊有肩胛头会痛痛，求你互伊减少痛痛。张永和弟兄，伊有新的工课，阮恳求你互伊出入拢平安。咱当着用主的祈祷文安尼讲：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旨是一成，伫地亲像伫天呢。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互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愿光归献给上帝，愿感谢呀圣神颂美上帝，发明人快乐美，将来呀永远的美，无穷无尽。阿门，阿门。即时来启应，启应文第15篇，也是诗篇第51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应。上帝啊，你的疼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富的慈爱，求你撤销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孽。洗清我的罪恶。我知家己的过失，我的罪恶不时伫我目睭前，我有得罪你，只有得罪你。我有做你看做邪恶的代志，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受你责罚是应该。我伫母胎就有罪，出世迄日就是罪人。你以爱是内心诚实。求你教示我，互我心内有真正的智慧。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甲我洗清气，互我比洗较白。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互你拍碎的骨头通欢喜快乐。求你黄面无看我的罪。求你撤销我一切的罪恶。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使我心搁忠诚的心灵，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毋通对我收回你圣的神。求你互我终身享受你救恩的欢喜。互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我袂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互犯过失的人通归应你。拯救我的上帝啊，
求你免除我的实罪。互我通大声称赞你的拯救。主啊，求你开我的喙。我要称赞你。你无爱生礼，若爱，我欢喜献。我若献烧化祭，你嘛无欢喜。上帝啊，你所爱的祭是痛火的心灵。忧伤痛悔的心，你欢喜接纳。这时，请李瑞雄长老带咱来领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8章第9节到14节。咱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18章第4节到第9节。耶稣对遐个看家己做义人，佮看轻别人的人，有讲一个譬如：有两个人上圣殿祈祷，一个是法利赛派的人，另外一个是牧师的。牧师就是原来叫做抽象的，亲像撒该。法利赛人徛停停，家己祈祷讲：上帝啊，我感谢你，因为我无亲像其他的人恐吓、粗财、不义、淫乱，嘛无亲像这个牧师。我一礼拜禁食2摆，佮奉献全部收入的7%。毋过，迄个牧师徛伫远远的所在，连抬头起来看天都毋敢，就只有对天讲：上帝啊，怜悯我这个有罪的人。我甲恁讲，罪得到赦免，转去因兜的是这个人，毋是迄个法利赛人，因为提高家己的话受降低，佮加家己的话受提高。咱来看华语的圣经。同款记载伫路加福音18章第9节开始，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2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1个礼拜进食2次，还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以上。这时，主日学甲青少年团契的学生要带咱来学罗上帝，因所要用的诗歌是《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要为阮敬祷的是林耀新牧师，伊所要分享的题目是祷告的内在态度。将时间交予牧师。这边真感谢注意了诶，头拄是师生吼，毋是干注意了学生吼，是注意了师生甲着青少年团体咱真感谢头拄咱注意了师生甲青少年团体用着这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吼，伫你无恶情的事这条诗歌。这个也是伫咱今仔日咱要讲的主题内面的一个真要紧的部分。我毋知影讲，亲像头拄仔咱头拄仔咧唱，唱了真有信心。但是咱真正当咱咧祈祷的时阵，是毋是咱真正祈祷了，咱有安尼迄个确信？真侪时阵，我想咱有当时咱的祈祷的是祈祷了讲。上帝敢真正有听我的祈祷？敢安尼头拄即个人吼，咱为伊的病祈祷对无吼？就伫遐想讲我看伊已经差不多是应该是快走了。无你头拄你头前咧祈祷啥物货？咱咧祈祷，不管即个人伊的病怎样，但是咱的上重要就是将伊交托互主。伊的性命是在伫主，但是医治会好袂好，迄是上帝的代志。但是咱一个真要紧的是，咱是毋是咱迄个内在的态度对啊毋对？如果咱的迄个态度毋对，至到迄个祈祷诚做无效、无功效。所以透过头拄咱即个主要因的唱的诗歌，我想咱等下家己嘛会通好好来去揣摩。这条诗歌伊到底咧讲啥物货？佮咱唱了，咱真正是毋是有安尼确信讲，伫咱的主伊无恶情的事，伫咱所拄着遮个，不管是伫咧咱拄着软弱、忧闷的时阵，咱有安尼确信讲，这加伫咱的生命内面的，拢是主伊的所定着的，是咱有法度承受的。佮咱有安尼确信，伊袂放杀咱。当咱有安尼迄款安尼信心的时阵，迄款安尼祈祷才是上帝所欢喜的祈祷。所以咱今仔日要来思想一个主题，叫做祈祷的内在态度。伫咧教会内面，咱时常会安尼教导讲咱安尼下早起来的时阵，咱就起来祈祷。咱伫咧团体内面，不管是伫咧礼拜，还是伫咧团契聚会、小组聚会等等遮个，咱拢爱祈祷，咱嘛爱为着别人来祈祷。但是咱真少停落来问一件代志，就是伫咱的祈祷的内面，上帝看见的到底咱的心是一个什么款的心？主耶稣伊伫咧《路加福音》第18章，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文，第9、19、14节讲一个有关祈祷的譬如，伊讲一个法利赛人，甲着一个即个咱讲税吏吼，台语即字吼，爱念做报税嘿，伊是迄个亲像某工程台语讲某工程。某税是安怎叫某税？伊就是伊即个税吏，伊伫咧古早时代是帝国伊要某一个地区来抽税，伊毋是讲帝国伊家己派人去抽税，伊是将即个税交互某一个人。那亲像咱即摆那个迄个叫 BOT 咱的迄种 BOT， 伊甲种我伫咧即个所在，我要抽偌济税。就有人来某即个工程抽税工程，某着了，伊就将政府即个帝国要爱即个钱，伊交互政府。剩下咧，伊开始抽，咧抽的时阵，伊要原地本地即个爱抽10箍，
吼，我看伊较好个，加抽一寡。即个虽然较散车，但是嘛袂使互我家己亏本，较减抽一点啊。原底本底是抽10箍银的，但即个时阵我家己抽11箍，迄个较好个，我甲抽15箍。所以，伫咧迄个抽的过程内面，因为有迄个无公义，递到即个猫税，这个税率真侪伫咧帝国内面，尤其是伫咧犹太的即个地区，真侪，因为因是替迄个殖民他们的人来对他自己的百姓来征收税金，所以这些猫税的这些税率，是在以色列人来看是成为那个罪人。因为因欺压家己的百姓，所以伫咧即个今仔的即个譬如内面，即个法利赛人甲着一个即个跑税去到伫圣殿来向上帝祈祷。即个法利赛人哇，安尼徛停停伫遐自言自语，伫遐讲上帝我安尼感谢你，因为我无亲像其他的人一开始祈祷，伊就已经先指引其他的人因为恐吓处财，不义，伫遐淫乱，嘛无亲像即个猫税，我一礼拜禁食2遍，搁奉献全部收入的1/10。但是迄个猫税咧，那个税率呢，伊远徛伫咧圣殿的边仔，伫遐连牙目球，唔敢伫遐对远伫遐讲上帝但求你开安尼怜悯我即个有罪的人。上落尾主耶稣伊讲，我甲恁讲，即个人伊转去安那，伊迄个罪得到赦免，转去因兜的是即个人，倒一个人？迄个猫税，毋是迄个法利赛人。两兄弟，伫咧即段的即个比喻，毋是爱咱比较讲啥物人的祈祷较水。真侪时阵，我毋知你捌听过安尼迄落无？安尼譬如，捌有人安尼对牧师讲，牧师阮聘请恁包括祈祷呢，所以食饭爱牧师祈祷，创啥物的拢爱牧师祈祷，有无？祈祷应该是咱每一个人应该爱有的代志所以伫咧即个所在。毋是咧比较讲啥物人的祈祷较水，牧师因为是牧师，所以牧师的祈祷较水，所以这祈祷的代志应该交互牧师，牧师甲上帝较接近，所以这祈祷上帝较会听见。上帝伫咧即个所在，伊所看重的是迄个祈祷的灵魂，迄个咱的迄个内在态度。祈祷毋是一个表演。也毋是迄个啥物人的声音较响亮，也是讲啥物人伊的祈祷，迄个讲词句较优美，乃是啥物人的心搁较实在，啥物人的灵搁较谦卑。所以咱头先咱需要知影，就是伫咧祈祷的迄个内在的态度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就是迄个爱有一个谦卑的心。咱徛伫咧上帝面前，迄个爱有一个正确的位置。伫创世纪，当阿当夏娃安尼食了迄个上帝禁止因食的迄个安尼神恶果了，因来安尼闪避上帝。上帝伫咧爱甸园伫遐咧找找因的时阵，伫遐讲一句话，讲安那，伊讲阿当，你伫倒位？迄个真正的意思是，亚当，你的位置在哪里？你应该站的位置在哪里？你为什么躲避上帝呢？伊伫遐，当伊安尼甲着即个即个巴力的先知，甲着安尼即个迄落阿舍拉的先知伫遐咧征战了，从遮安尼从总共850个先知，甲伊杀死了。当伊的王后安尼
亚瑟别讲，我要互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了，伊开始去逃命。伊走去到着河烈山，伫迄个中间，伫遐安尼来躲避。伫咧洞穴的中间，上帝搁一摆来对以利亚讲话，共款讲迄句话，伊讲：以利亚，你伫倒位？共款咧问一句话：你站的位置在哪里？你既然是上帝所甲你呼调出来，你就应该徛伫咧你应该徛的位置，毋是伫遐咧闪避。爱徛伫上帝的面前，迄个正确的位置，是咱一个真要紧谦卑的心态，一个咱讲咱迄祈祷的态度内面，一个真要紧的位置，迄个谦卑的心。所以咱需要知影讲，安尼谦卑到底是啥物货？谦卑毋是贬低自己啊！啊，真侪时阵，人若甲咱学了讲，咱的囡仔讲啊，你即个囡仔哦，足巧的怎安怎？有当时咱做爸母的安怎讲？讲无影啦，啊，戆到要害去，有无？安尼是毋是谦卑？谦卑毋是贬低自己。乃是真清楚认捌你家己伫上帝面前，迄个真实的位置伫倒位。就甲亲像一棵大树，伊不骄傲嘛不自卑，伊安静安尼扎根伫咧迄个土里，伊伫遐来吸收阳光，吸收水分，伊就安尼照着上帝对伊的迄款安尼设计，伊伫遐安尼伫遐成长，迄就是一种的谦卑。伊无伫遐安尼，伫遐讲我乃是干安尼尔，伊伫遐要安静顺服上帝，爱伊徛伫啥物所在，伊就伫迄个中间，伫遐安静，伫遐扎根，伫遐来吸收用阳光、水分，共款。今仔日上帝伊爱咱踮伫啥物所在，咱就伫咧迄个所在，伫遐谦卑顺服，伫遐安尼领受上帝，伊要爱咱。伫遐领受的，不管迄个所领受的，看起来是到底是迄个顺境，还是逆境，是祝福，还是看起来那亲像是咒诅。伫迄中间，咱就伫遐慢慢伫遐吸收，也伫遐来安尼得到安尼成长。诗篇103篇第4节安尼讲，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谦卑，互咱袂记哩。互咱袂记哩讲，咱一切才能，包括咱的身体健康，咱所拄到的机会等等，拢是上帝所赐。所以咱真清楚知影讲，咱伫上帝所让互咱的位置顶面，咱应该所做的是甚物代志。咱伫迄中间真清楚，咱所做一切，不过是因为是上帝伊的赏赐，甲伊的恩惠。所以咱伫迄个中间，咱就伫遐来领受上帝伊所安尼交托咱的，咱就伫迄个中间做咱应该做，就咱伫迄中间要安尼来真清楚来安尼领受上帝所要祝福咱的。过来就是谦卑有3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伫迄个中间，咱爱真清楚来承认咱对上帝迄款安尼的倚靠。主耶稣伊伫咧约翰福音第15章内面讲你离了我，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毋是迄个叫做做不好。咱真侪时阵，咱做了拢真好势，但是也因为做了真好势，至到咱家己会倚靠家己，咱就无搁再倚靠上帝。所以，伫咧主耶稣伊讲，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伫这所在所讲的是叫做，不是做不好，而是叫做不能做什么。就甲亲像有一个企业家的兄弟，伊伫咧伊每一工，伊透早起来的时阵，伊第一件代志，伊就天父上帝来伫遐祈祷，伊讲主啊，我今仔日我感谢你，安尼，互我安尼迄个所呼吸的空气是你给予的。我所有我的判断、我的思考，包括我的会议，也是甲我的人客，
拢是主你所安排、你所想述的。伫咧伊透早伊一起床了，伊就安尼向上帝祈祷。即款安尼祈祷就是一个谦卑的起点。真侪时阵，咱伫遐咱爱知影吼，连要安尼透早起来，咱有法度眼睛睁开，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你有可能你困的，你就走去啊。有偌侪人是安尼走去，阁有人是伫咧困的中间，突然间心肌梗塞，心中一个紧张，就安尼就走。所以咱有安尼一口气，咱就感谢上帝，因为咱若无迄口气，你搁怪你所做的、你所计划的，到伫咧迄一点的时阵，就已经结束。所以咱需要真清楚来承认，咱需要有主。咱毋是干那会通伫遐来挖靠咱家己就好，安尼就会使。第二，咱需要挖靠，咱需要承认，咱是一个有限的。箴言第3章底下讲起讲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都要在一切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他必使你的道路平直。咱咧真清楚知影，咱的视野是有限的，咱的眼光是有限的，但是上帝伊有法度看见咱的全貌，我们的全貌。咱亲像迄个摕到迄个拼图，捌算过拼图无？咱可能只不过是甲摕到迄个拼图当中的一小片，或是两三片。但是咱的主，伊伫咧伊的手内面有迄张拼图的全貌，有规个即个图到底生做啥物形？所以咱的祈祷爱亲像安尼，迄落爱有迄款安尼谦卑，承认咱的有限。伫遐讲主啊，我毋捌，但是我知影，我相信你知你捌，因为咱真侪时阵咱。想过认捌，咱以为咱家己拢捌，真侪时阵，我们所知道的，事实上我们根本不知道。第三，咱需要去承认咱家己的迄款安尼的罪性。约翰一书第1章内面去讲起，就讲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就是欺骗自己。一个谦卑的人，无伫上帝面前伫遐粉饰太平，粉饰自己。乃是亲像大卫的祈祷安尼，伊来伫上帝面前讲：上帝啊，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求你使我心搁忠诚的心灵。即款咱的祈祷，才是上帝伊要听的祈祷。咱伫主的面前，咱是毋是安尼的祈祷？所以咱伫咧咱的祈祷内面，咱需要好好去操练咱的迄款的谦卑，互咱的祈祷真正是会通。安尼得着上帝欢喜感纳，所以咱需要逐工伫遐来安尼数算上帝的恩典，感谢上帝，互咱安尼有法度逐工，互咱有法度醒起来。就较亲像头仔讲的，迄个醒起来真重要。你若无醒起来，你的人生就过去。咱需要伫遐来感谢主，讲主啊，我感谢你，你互我有法度行路。咱今仔有偌侪人安尼只有你。安尼要行道路，安尼摇摇晃晃，有当时需要着安尼拐杖，甚至爱用迄种模型的这种那个支撑来去行道。所以咱就常知影讲，会通行路是我尔啊上帝恩典，搁一个真要紧的，咱有法度喘气，迄拢是上帝互咱的恩典。过来，咱需要伫咧。安尼，逐工伫遐来默想上帝伟大。当咱伫咧安尼，咱尤其咱住伫咧宜兰哦，无属依照住伫咧台中的时阵，无啥机会抬头看不到星星的。但是咱伫咧宜兰，咱到处看得到星星。咱若是去到，不管是去到圆山啊，甚至咱若会使去到太平山，满天的星斗。咱伫遐看见迄个满天的星斗的时阵，我毋知影咱看见迄款安尼迄个
状况的时阵，看见迄个，甚至你会用看到迄个星云的时阵，咱毋知啥物款的迄款安尼的想法。你用想象讲，咱敢若住伫咧安尼台湾地球即粒地球，咱敢若讲要对一个所在行到一个所在，咱着爱用偌久的时间，甚至咱敢若讲要去到美国，着爱用飞行机，爱用飞几点钟，10几点钟。但是你所看见的每一粒星，你拢是你家己无法度达到，伫咱目前咱的科技无法度达到。咱今仔日你看嘛，咱在美国的这个太空总署所发射的那些探险家，到现在目前为止还飞不出我们的迄个叫做啥？我们的太阳系还飞不出去。那伫咧全宇宙，这个规个宇宙内面有遮尔啊侪星云，遮尔啊侪星系，敢无有一个迄个创造主伫咧迄中间？咱伫迄中间，敢有法度去伫遐，搁一摆来看见人的美色，伫遐来上帝讲，人算啥物？你遐尔啊关心，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所以咱需要逐工伫遐来操练谦卑，过来咱需要安尼定期来练咱家己的罪。咱无需要伫遐不管伫遐逐工伫遐来定咱家己的罪，但是咱需要有时常来去反省咱的生命内面到底有啥物款的所在去得罪主的，互圣神来光照咱内心内面的遐个黑暗，甲咱的迄个角落，遐个不为人知的所在，伫遐来上帝来伫遐来忏悔认罪，就甲亲像大卫伊所祈祷的，求主来创造咱一个清洁的心，互咱有定心佮换心的灵。所以，迄个祈祷的内在态度，除了有谦卑的心以外，一个真要紧的，咱需要有一个敬畏的心。咱伫上帝面前，伫上帝圣洁的中间，咱有迄款安尼对上帝迄款安尼赞叹也无？敬畏毋是恐惧敬畏不是恐惧。而是被上帝的伟大跟他的圣洁所震撼，迄款安尼，迄款的尊崇。就甲亲像我毋知咱捌有迄款安尼机会无？咱亲像讲，不管是去到美国的大峡谷，包括以色列嘛有迄款安尼，迄个那亲像大峡谷共款，迄个安尼，迄种规个谷，那亲像应该是去哦。那个陨石被砸过，一粒安尼一个安尼一个很圆的，对这头要看到迄头，看无啥会着。你伫咧迄个中间会看见人的渺小，咱伫咧夜晚的星空内面，咱会看见咱的渺小，咱就会伫迄中间来赞叹人的渺小，甲着迄款上帝创造的迄个伟大。迄就是敬畏，所以伫咧咱伫咧敬畏中间，咱需要有几项的无共款的迄种敬畏的心。第一项，咱需要对圣洁的迄款安尼敬畏，就甲亲像以赛亚伊伫咧安尼异象内面看见上帝的荣耀时阵，伊安怎讲？伊讲安怎？伊讲我也无忘，我有灾祸了，我有灾的啊，我袂忘啦。祸灾我灭亡了。伊当人伫上帝圣洁内面，互咱看见的时阵，咱所看见的是啥？是看见咱家己的误会，咱误会甲拉伤。但是也因为安尼，咱会搁较期待。所以是安怎？咱若看见上帝荣耀的时阵，第一件代志是压看。所以咱今仔日。认真讲，这也是咱包括做节目者爱真细腻的所在，是安怎？咱若看牧师服，尤其是伫咧牧师咧圣礼顶时，是安怎穿的牧师服？是安怎？一定是用乌的啊。佮包括牧师的讲道的即个小礼服，是安怎是用乌的？就是咱伫上帝面前，只有干那压看咱家己啊。但是今仔日咱有看见有多少的这些牧者？
哦，伫咧上台讲道，哦，你没有穿牧师服就算了，你还穿得很奇装异服，你伫上帝面前无压看你家己，你怎样伫上帝甲众人面前伫遐咧宣讲？祸哉，我灭亡了。咱需要真正面对上帝的时阵，咱敢若只有看见咱家己的误会，伫遐来压看家己，互咱伫遐敢若搁渴望会通得到上帝对咱的迄款安尼的洁净。所以是安怎？伫咧以赛亚伊安尼讲的时阵，上帝就吹天使安尼握着伊单顶的炭火来抹伊的嘴。所以今仔日是安怎？牧师服顶面是安怎会有即个卡啦，即个白色的卡啦。就是伫遐咧，那亲像代表讲，牧师所所讲的每一句话，是经过上帝的炭火的洁净。所以牧师需要安尼真注意家己的言行举止，因为你所讲的是要宣讲上帝的话。所以，如果咱的祈祷若失去敬畏，咱就敢若存安尼要上帝听我的要求。咱的祈祷若失去敬畏的时阵，咱敢若只有伫遐讲主啊，但求你去安怎，拢敢若只有求。安尼时阵，咱将上帝当作啥？将上帝当作咱的细汉。讲较严重就是当作细汉。伊将上帝当作咱的奴隶，是讲咱伫咧迄个阿拉丁神灯内面的迄个精灵，有印功。但是今仔日咱若是用敬畏的心祈祷的时阵，咱就会知影讲主啊，我要听你讲什么话。今仔日真侪时阵，咱的祈祷内面。真欠缺就是咱愿意伫遐来聆听上帝对我们说什么。咱真侪时阵，咱祈祷了，阿门了，咱就走啊。迄个时阵，上帝讲：哎呀，袂咧，我袂甲你讲话呢，我袂甲你讲呢。咱已经毋知走到对倒去啊。咱无要听上帝讲什么话，所以咱需要对上帝圣洁。咱爱有迄款安尼敬畏的心，佮毋那安尼，咱爱有一个欢喜听上帝要对咱讲什么的迄款安尼的态度。再来，咱需要对伫迄个宽容迄款安尼敬畏，咱对上帝的宽容。诗篇第33篇第9节内面去讲起就讲，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位创造宇宙的万物的上帝，伊。既然是迄个遐尼伟大，超过咱的想象的上帝，伊竟然欢喜来听一个真软弱的人，人类的迄款安尼的迄款的祈求，咱就应该用着迄款敬畏的心来伊，来献上咱对伊的祈祷。咱需要有迄款安尼的态度。对啊，咱需要对上帝慈悲怜悯的迄款安尼的敬畏。这是一个会通讲上深沉的敬畏，就是伫咧上帝圣洁公义的内面，伊竟然愿意因为疼咱，伊来撩醒咱。所以罗马书第5章第8节内面讲，唯有基督还在做罪人哦。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咱抑阁是咱毋是已经洁净，是已经抑阁咧做罪人的时阵，为咱死。当咱若想到安尼代志的时阵，咱就会发现，迄个敬畏毋是干那安尼，不只是震撼，而是一种会通讲感动哦，那个感动到流泪迄款安尼对上帝迄款的感恩，对上帝迄款的慈悲怜悯的迄款安尼敬畏到有迄款安尼感谢的心。过来，所以咱需要伫咱的生命内面去操练迄款敬畏主的迄款的心。所以咱需要伫咱的每一天咱的生活内面来去观察、默想上帝的创造。咱伫咧咱的生命内面去观察
规个即个大自然也伫遐体会上帝伊的伊的设计的迄款安尼的智慧。真侪时阵，咱伫咱的生活中，有当时咱会感觉讲走过了就走过了。但是咱若用伫遐细心观察，咱就会看见上帝所创造的迄个奥妙。咱也需要时常来去读着、领受上帝的迄款属性的迄款咱的经文。亲像诗篇139篇这篇真长吼，所以咱会通好好伫迄中间去体会上帝的属性。亲像以赛亚书第40章内面也提起侪上帝侪的属性，佮个包括着启示录第4章，迄中间也有提起侪上帝的属性。这个就是安怎牧师伫咧咱的拜二的祈祷会内面。是啊，伫咧上老尾的时阵，要带咱众兄弟来伫遐来宣读上帝的属性。咱若无真清楚知影上帝的属性，咱就伫咱的祈祷的内面无开啦。因为咱无清楚，甚至咱嘛无确信上帝伊有遮的权能，咱未产生迄款敬畏的心，咱就伫迄中间。咱的祈祷无开啦，但是当咱伫遐不断伫遐来宣告上帝的属性的时阵，上帝的属性伊就要伫咱的生命内面来彰显伊的开啦。过来，咱需要伫咧透过着咱伫咧祈祷的内面，伫遐学了上帝的属性，这也就是咱不断伫遐安尼祈祷咱众兄弟，咱透过敬拜、透过学了来伫遐来。称赞上帝伊的圣洁、伊的公义，甲着伊的慈悲怜悯，甲着伊的信实。所以咧，兄弟，敬畏，互咱的祈祷，毋是干那一个恳求。敬畏是要帮助咱，互咱的祈祷会通成做敬拜。咱的祈祷无过再是干那恳求，而是它是个敬拜，是我们在。跟神的一个，在透过祷告与神的一种那种会遇跟那个敬拜交通。第三，咱需要伫咧咱的祈祷的内在态度内面，咱需要去操练的，就是像咱今仔日注意到所咧唱的诗歌，信心。咱需要有信心的心，咱需要相信上帝是确实可靠的。提别来书第11章内面讲没有信就不能讨上帝的喜悦。咱的祈祷，如果咱对上帝的信是迄款安尼充满了疑问的，充满了疑问的，迄款对上帝无迄款确信的，你的祈祷要安怎会通得到上帝的欢喜？咱的信心毋是盲目的迄种乐观，而是咱有迄种。那种对上帝咱基于对上帝的伊的献给，甲着伊所应允的迄款的切据。所以这个亲像咱讲信是什么？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什么？未见之事的切据。咱拢知影，但是咱真正需要伫咱的生命来挖出来，毋是只有讲知影，但是咱伫遐安尼。无法度去操练咱的信心，无毋对，咱的信心微细，但是咱会当来咱的主来祈祷讲主啊，求主怜悯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所以咱需要伫咱的信心里面好好来操练。信心有4个层面，需要好好咱来去操练。第一，咱需要去相信上帝的存在。当咱伫咧祈祷的时候，咱是毋是真正相信上帝此时此刻在听？如果咱真正相信上帝此时此刻的存在，包括咱伫咧做礼拜的时阵，第一件代志，咱做礼拜的时阵，咱就不应该迟到。你做礼拜，互上帝等吗？我们为什么让上帝等待？我们不是应该是要等待吗？等待上帝的临在吗？我们要在那个当中欢迎上帝的临在。所以，当你在敬拜的时候，你的第一首圣诗，我们在那边赞美上帝的时候，你已经在现场了吗？
相信上帝的存在。所以，咱需要去操练的时候，咱相信这是我所祈祷的上帝，伊只是有咧听我祈祷。是安怎伊会听我祈祷？如果亲像有一位姊妹，伊安尼分享讲，伊咧祈祷的时阵，伊感觉讲伊的祈祷那像在那个跟空气说话。直到安尼，伊的祈祷拢无啥物困难。后来，直到伊安尼学会晓伫迄个祈祷的进程，安静伫上帝面前，伊伫迄个中间安尼伫遐确信上帝临在，伊伫遐会祈祷。后来，伊的祈祷的性命就伫迄中间来得到反转。咱伫咧祈祷的时阵，咱是毋是有确信你的祈祷？上帝伊有存在，并且伊有伫遐咧听你祈祷。第二，咱需要相信上帝伊的良善。就算讲咱安尼面对的是困难重重，但是咱犹原相信上帝伊犹原是迄个良善的。迄个罗马书第8章28节内面去讲起了，讲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这是我顶回分享内面讲起的。什么是万事？万事有没有包括？可能是你的工作失业，有可能是你的身体的病痛，还是你一直在向上帝祷告，但是上帝要你等待的万事。但是咱伫咧面对这段经文的时阵，咱是毋是有安尼确信，讲万事拢互相运作，互遐个听上帝的人拢有利益。所以咱有安尼迄个为迄款安尼确信，上帝会去转化，互迄个原底本底看起来，那亲像是咒诅的，是迄个困难的，是挑战的。诚做祝福，伊要祝福人的机会，所以咱需要透过迄个相信上帝伊的良善，伊伫咱所经历着的每一项代志顶面，拢是有伊迄个善良、顺转、通欢喜的旨意。第三，咱需要相信上帝伊的气力甲伊能力。所以耶利米书第32章内面安怎讲起？伊讲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亲像咱今仔日诗歌内面所讲着，咱来记住上帝的能力，永远甲着伊的智慧，甲着伊的听同在。伊知影什么时阵该给，他也知道什么时候不该给。咱今仔日会通伫咧咱的社会新闻看见，有诶。囡仔安尼来伊的爸母，细汉讨手机，大汉讨耳朵麦。伊伫咧迄个不适当的年龄，父母如果给予这些东西，是会要他的命的，不是吗？咱的天父知影什么会是对咱好，什么会是对咱无好。伊知影什么时阵该爱互咱，什么时阵无应该爱互咱。上帝伊有伊的时间，但是你伊祈求的时阵，若还袂成，还袂成就，第一个咱需要去问的是，这件代志咱是不是妄求？再过来，咱所求既然不是妄求，那我们是否愿意来耐心等候呢？咱需要相信上帝的时间。传道书第3章第11节内面去讲起着，讲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咱听候上帝是咱信心最深的一款安尼的考验。所以咱会当想象，伫咧圣经内面充满了即款咱的信心的例。亚伯拉罕伊等待25年，才等待着上帝应允伊的即个后生以撒。约瑟。伊上帝互伊安尼做一个预望，讲伊的兄哥会来安尼甲伊跪拜他，甚至伊的老爸老母甲着伊兄哥拢要来安尼甲伊行礼。
伊等偌久？伊伫咧家内面，为伊大先并无互伊的兄哥来甲伊禁令，乃是互伊兄哥袂去埃及，佮落尾手佮去互关伫咧家的。即声单可能即个意象单就已经拢绝望，但是伊伫咧迄中间，伊悠然领受顺服上帝放伫伊心内。伊伫咧中间，伊只有安静做伊的代志。伊伫遐顺服，伊伫遐等待13年，了，成做埃及的宰相。落尾手伊的兄哥伫伊的面前来甲伊行礼。上帝的时间总是不迟到的，但是上帝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我们是否愿意相信上帝的时间？所以，咱需要去操练咱对上帝迄款安尼的信心。咱需要伫咱的日常的生活中来时常来去做一些的记录。我们需要常常去记录上帝的作为。我讲上简单的例，真侪人安尼祈祷，其实牧师嘛时常安尼祈祷。咱伫咧，尤其咱伫咧宜兰，若讲到开车，你要找到一个停车位，是真难的。所以你去到每一个所在，第一件代志也未到，上帝啊，求你为我备办一个停车位。我毋知你会安尼祈祷无？但是真正上帝互你一个停车位，你嘛停好势啊！你搁过来咧，袂记你啊！你头拄敢毋是安尼向上帝祈祷？你敢有伫遐来向上帝祈祷？主啊，我感谢你，甚至你有你敢捌安尼来人讲，我甲你讲，我头拄甲我甲上帝祈祷讲，互我一个停车位，我真正安尼就来人来伫遐哪见证上帝的荣耀。虽然只是小小的，看起来这个人，咱会晓想啊，这个人安尼也伫遐咧讲即款代志。连这种代志，咱就需要来见证上帝的荣耀，记录上帝的作为，伫遐来安尼见证咱的祈祷的款，会通成做一个咱的迄个信仰的笔记、见证的笔记，记录上帝对咱的回应。所以咱有当时咱咧祈祷的时阵，有当时迄个祈祷咱需要等待，就咱伫咧，甚至咱伫咧讲，我什么时阵开始祈祷，为着某一件代志祈祷，祈祷了，搁过来咧。我是一直不断来为这件代志来祈祷。只要我这个祈祷，若是只要是合伫上帝的心意，我就是不断伫遐祈祷。祈祷到上帝应允的时阵，我就伫咧迄后壁来记录上帝什么时阵应允我的祈祷，佮来人来见证。咱需要伫遐来宣告上帝的应允。咱伫咧咱的祈祷内面，咱需要重述圣经的话语，提醒上帝，咱的上帝，提醒咱上帝是信实的。所以，咱的祈祷上好的祈祷是啥物货？就是用上帝的话来祈祷，敢毋是？讲主啊，你敢毋是安尼应允？求主你将安尼应允，安尼行伫我的心上。你既然主你安尼应允，但我欢喜尊叹。求你将安尼应允，安尼实践伫我的生命内面。当咱安尼经历的时阵，咱就伫迄中间宣告上帝的应允，搁伫遐来学了上帝，来见证上帝伊对咱的迄款安尼恩典。过来，咱需要伫咱真侪细项代志，亲像我头拄讲的，咱需要伫咧细项的代志顶面就来操练咱的信心。咱伫咧真日常的一寡小可代志顶面，咱来伫遐来信靠上帝，伫遐来累积咱的咱种熟练的经验，互咱的迄个信心会通对安尼哪操练，哪对上帝有哪完全的迄款安尼的信靠。第四项，咱迄个祈祷的内在态度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就是爱有感恩的心。咱透过着感恩来改变迄个祈祷的迄个视角的迄款安尼的力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9、18节内面讲起着，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
感恩是基督的一个结语，也是咱内在态度的一个种综合。但是感恩，咱要安怎感恩？咱需要好啊来去伫咱的生命内面去操练。咱需要是有4项的感恩。第一个，咱的感恩爱真具体。咱的祈祷，咱的感谢唔通真笼统。咱时常的感谢主，主啊，我感谢你。感谢完了以后，后面没有了。咱应该，咱的祈祷应该是真具体，讲主啊，我感谢你今仔互我真平安，转来到伫厝。主啊，我感谢你你互我甲我的囡仔会通好好。主啊，我感谢你，你互我安尼有一个安尼真好的机会会通甲着我的人客，也是讲我有啥物款的，咱真具体来讲起着咱所经验着上帝伊的恩典。就伫迄中间来向上帝来献上咱的感恩，因为诗篇103篇讲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所以咱伫咧咱的祈祷时，所以我头拄会讲，你包括你既然向上帝祈祷，讲，互你永远互你一个停车位，你就伫迄中间来感谢主啊，主啊，我感谢你，你为我备办一个停车位，连后壁迄个感谢就没有去啊，祈祷到一半，后壁迄个无去啊。咱需要伫咧感恩的过程内面，咱需要真及时的感恩。伫咧咱所拄着、所经历着的过程内面来感恩，毋是等待到伫咧迄个结果出来的时阵，咱才来感恩。所以腓立比书第4章内面讲伊讲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咱的感谢，迄落毋是讲安尼，迄落大概拢是干那伫咧。迄落安尼代志已经有结果啊，咱才感恩。是伫咧甚至伫咧事业未成进前，咱就来向上帝来感恩。何况讲事已经成，上帝成就，咱搁较是需要感恩，即时的感恩，敢毋是？第三，咱需要安尼伫咧困境内面来感恩，这也是上歹来去操练的。我着已经伫咧困境内面，我要安怎感恩下落？我想这是真侪人所拄着。但是咱圣经内面上好的就是约伯，伊的祈祷，伊伫遐向上帝祈祷，伊讲收拾的是耶和华啦，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咱伫咧咱的面对着咱生命内面的困境的时阵，咱应该搁较是。爱感谢上帝，咱透过着感谢上帝，讲你互我有安尼的机会经历着遮个艰苦，因为遮个艰苦背后拢有一个更较莫大的祝福。那这些困境，它是要帮助我们，能够使我们生命得着成长，互咱的生命伫迄中间来得到安尼，即个对困境内面得到养分，来得到成长。所以保罗伊伫咧。监狱内面，伊悠然伫遐充满了感恩，伊伫遐安尼有满的对上帝的感谢，已经去用关卡伫遐，甚至已经准备要无命，伊悠然伊充满了感恩，伊伫遐讲讲我凡事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卑微，处丰富，处饱足，或是饥饿，或是有余，缺乏等等。咱需要伫咧困境的内面来操练咱的感恩，过来伫咱的迄个困境的内面，毋是逃避现实，乃是伫遐来，搁一摆来做信心的宣告。伫遐讲，我犹原信靠上帝。我就算我今仔日面对安尼即个困境，我犹原相信上帝伫我的生命内面，犹原伊甲我相合伫地。这就是但以理伊甲伊的4个朋友的祈祷，讲急祸不然的迄款安尼的祈祷。讲王啊，就算讲你即声你要取我的性命，我犹原相信，我犹原要敬拜我的主。过来，咱需要伫迄中间持续的安尼伫遐操练迄个感恩的心，也养成迄个感恩的习惯。咱会通伫咧咱的每一工找3件代志。来感谢上帝，
互咱的迄个生命，你安尼不断伫个操练即种感恩的心的时阵，你会发现咱的生命会哪来哪光明。因为咱伫咧面对着不管是顺境困境，咱心内拢充满对上帝感谢，甲上帝恩典，伊就会哪来哪济来安尼施恩赐福互咱，充满伫咱的内面。过来感恩的心内面，第二咱需要是迄款迄个感恩的力量，弟兄姊，迄个感恩会互咱会帮助咱，互咱会通对迄个欠缺内面，搁一摆来转换丰盛、丰富。伊会帮助咱，互咱对焦虑的过程当中来转换平安。一个时常感恩的人，毋若安尼祈祷搁较有气力，伊的生命也安尼满满的光彩。伊伫咧内面，伊充满了安尼侪，伊对上帝的感恩，伊就伫咧中间，因为有上帝甲伊同在，伊生命内面有满满的气力甲伊同在。所以弟兄姊，祈祷毋是技巧的比赛，是咱心灵甲真实、甲真理的迄个交流。法利赛人伊掠做讲，伊倚靠伊外在的行为，会通安尼讨上帝的喜悦。但是上帝伊所看到，却是迄个徛伫远远伫遐咧吹响的迄个税吏。所以今仔日上帝伊嘛要甲咱问，你的祈祷，你的内在态度是啥物货？你咧祈祷的时阵，是伫遐咧向人炫耀，还是伫遐咧抱怨啥物款的代志？是你伫遐单纯来向着伊，来敞开你的心，来向伊来安尼祈祷。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学习即个迄位税吏伊安尼祈祷，咱搁一摆伫上帝面前讲上帝啊，但求你怜悯我，因为我是罪人。即款安尼祈祷是有灵魂，搁有真实，搁是有气力的祈祷。求主帮助咱会通透过咱今仔日所领受的，咱通搁一摆好好来回想，伫咱最近的祈祷内面，倒一种的内在的态度，包括咱的谦卑、咱的敬畏，也是信心，也是感恩最容易被忽略的，是安怎会安尼？第二，咱需要好好来想，咱捌伫咧啥物款的时刻，咱伫遐真深深来伫遐来体验着上帝。安尼，伊的同在，甲着伊听咱的祈祷，迄款咱的经验要怎样来改变咱看待咱家己的祈祷？来当上帝的回应，若伫咱的生命内面，那亲像是延迟的时阵，你要安怎来保持咱的信心？互咱会通安尼伫咧等待的过程内面，咱搁一摆来好好操练咱对上帝的信。咱通用着啥物款的方式来操练咱的听候，搁当今仔日咱要咱要亲像即个税吏共款，咱要向上帝来祈祷的时阵，你用着一句话来向上帝祈祷，安尼你会祈祷的是甚物款？会是甚物货？求主帮助咱，也圣神，我相信圣神伫咱的心内一定有对咱讲话，咱会通欢喜顺服。来向主来献上咱对伊迄款安尼诚心实意的祈祷，咱同心来祈祷。满有丰盛甲慈悲怜悯的天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无亲像人看人，因为人是看外貌，主你是看人的内心。也求主赦免阮时常用着外貌。来然后以貌取人，迄款安尼的做，互阮无搁再用着安尼的心来看待人，也恳求天父帮助阮，会通培养正确的内在态度，互阮伫主你的面前欢喜谦卑，用着安尼敬畏，甲着信心，甲感恩的心来到伫主你的面前。对你的圣洁来充满敬畏，对你的应允是有满有信心，对你的恩典
常常来安尼对你发出阮对主你的感恩，恳求亲爱的圣神帮助阮，互阮有正确的祈祷的内在态度。因为靠阮家己，阮无法度做到，只有我靠圣神来引带帮助阮，教导阮有迄个正确的祈祷，有迄个正确的内在的祈祷。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感谢人的心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贵圣名祈祷，阿免。即是咱用信诗323首，某岁的人上帝的面前。信诗323首，某岁的人上帝的面前，来回应今仔日所领受的，请起立应转手。当心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字路玛利亚出世，因丢壁倒而来受苦，竟是个死，埋伏落阴府。第三日对城中国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父上帝大殿，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各公共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外面有一台车，车号是 AWH7722，麻烦先移一下车。这是咱来奉献，请郑静洁姐妹、薛雅信姐妹来书献。
请起立。请坐。这是咱来读本周的经句，《路加福音》第18章14节。咱先来用现代台语汉字来读，请。我甲你讲，所得到赦免转去因兜的是这个人，毋是迄个法利赛人，因为提高家己的会受降价，屈价家己的会受提高。这是。路加福音第18章14节。这是咱用华语各读一摆，请。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路加福音8章14节。这是来迎新报告，今仔日有新的朋友伫咱中间吗？ Hello。 真久无回来。好，即马咱来看周报的报告事项。报告事项第1点，本主日为教会教育事工奉献主日，感谢本会成人及儿童主日学、青少期参与各项服事，也请为教育事工关心代祷及奉献。礼拜结束后将召开主日学教员会。 请老师预备心参加。第2点，下主日为台湾女子神学院奉献主日，院长庄淑珍牧师将前来请安正道，请兄姐为台湾女子神学院各事工关心代祷及奉献。第3点，11月15日，本会将举行年度共事营，竞邀新就任长职、各团契干部含新任参加，详细流程及规划。 将择期公告。第4点，12月21日圣诞感恩礼拜含圣礼典，请有意洗礼进教之兄姐，可向办公室领取信徒洗礼申请表，并向教育部曾碧光长老预约上洗礼前的必修课。第5点，12月30日晚上7点，于本会将举行2025年岁末年终感恩祷告会。 欢迎兄姐做见证分享，如欲分享见证者，请向音乐侍奉团团长冯燕云姐妹报名。肢体消息，请兄姐自行过目。代祷事项及代祷函，请大家祈祷，并附上祷告的代价。下礼拜侍奉名单，请兄姐预备心。上周聚会概况及会计报告，请自行过目。如有错误，请向同工反映。牧师有要补充的吗？ 这边即马伫 PPT 面顶，即个是咱即个周报内底无的吼，是迄个咱
伫咧即个拜六，搁怪即个拜六吼，25号吼，甲礼拜日。礼拜日咱头拄仔伫咧周报内面有讲，台湾女子新人院的院长要来咱遮分享。伫咧25号拜六，就已经有即个课程吼，即个灵命更新诶，迄个灵命的转类的即个上级的这个课程，这个课程吼伫咧咱全台湾吼拢咧上吼安尼有机会能够伫咱宜兰来上课吼咱佫是伫咧咱家己的教会。所以若还未报名的吼，赶紧报名吼。咱伊即个课程是对下早拜六下早就开始上吼，内底伊个课程的迄个时间，咱会通来去公布栏内底吼，最左边公布栏的最左边有那个海报，咱会通去遐看。若还未报名，有意向要报名的，赶紧来甲办公室来报名吼。原地本地报名是较早结束啦吼，但是咱既然是伫咧咱家己的所在吼。院长吼拢有通融吼，所以吼，迄个赶紧报名吼，才袂安尼。这是一个我感觉讲是一个真好的契机啦吼。上帝真侪时阵为咱备办真好的机会，咱家己若无要去摕，迄个祝福就无临到伫咱吼。所以咱透过着安尼，而且这个课程个免费课程，咱家己个无要去领受较可惜吼。咱若有时间都合袂好势，因为即个课程包括26号礼拜天吼的下午，就是讲咱注意礼拜了后壁下晡还佫有课程吼，所以伊这是一直上到礼拜日下晡5点，安尼才有算煞。上完课是有证书的吼，所以迄落咱爱量早报名，就是讲你爱互人办公室迄边嘛好做代志，人爱做证书吼。所以若有要报名的人吼，赶紧来去报名好，这是迄个咱的即个提醒。过来就是迄个，请咱迄个尤其是新旧任的中级甲团契干部，请咱尽量若时间都合袂好势，来安尼参加着即个11月15的即个年度的共事营吼。咱要透过着即个共事营来，尤其是新任的长老执事甲着咱的即个同工咱会通安尼有一个共识，安尼以后伫咧教会事工的推行顶面会通安尼做了佫较同心合意吼。以上的提醒。请咱做伙来迎信息389首，乌鲁上帝至关至尊。信息389首，乌鲁上帝至关至尊。因时线，请林牧师来教导，请起立迎转首。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圣。高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了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列岛闭会。